大家好，今日係2026年5月18號，星期一下晝2點。我係 Gary，龍騰四海，今集係96集，題目呢就係特朗普訪華嘅意義。咁咧，龍騰四海呢就停咗一段時間，其實中間呢我拍過一輯嘅，但因為後來睇下咧，就覺得個題目係敏感，咁咧我就冇出街嘅，所以咧就變咗隔咗好耐先至。咁同埋我呢排咧成日去咗旅行啊，即係周圍去下咁樣。咁啊人咧去到呢個年紀咧，就有好多嘢諗啊。咁呢一集咧，我就趁呢個機會咧，就係去悼念我好朋友岑日飛先生。岑日飛先生咧，喺呢個4月23號咧就不幸離世，享年就係81歲。咁我喺上2個星期四咧就係出席咗佢嗰個追思會。其實咧，我就係70歲之後咧，我就係已經係未曾出席過任何嘅喪禮，因為年紀太大咧，我就盡量唔去啲咁啊，所以咧。因為岑日飛先生咧就係我一個好尊重嘅人，我同佢喺香港電台合作，得到佢就係唔嫌我才疏學淺啦，俾我同佢一齊去做節目。咁啊由2007年咧做到2005年開始做到2009年，咁有4年時間我同佢係拍檔。咁我同佢身上面咧都學到好多嘢，所以咧我係好尊重呢個人，呢位前輩，佢大過我少少啦。咁岑日飛先生咧就係一個博學多才嘅人啦，同埋佢個人生咧就係好勵志，好有鬥志。雖然佢自己係傷殘，但係佢係從來冇放棄嘅。呢個咧就我亦都學到佢，從佢身上學到少少呢種嘅精神。所以到我而家咁嘅年紀咧，我都冇放棄任何嘢。咁另外一個就係我好尊重嘅先生咧，就係喺我70歲之前咧，就都有出席佢嘅喪禮，就係我師傅教我政治嘅黃博度先生。黃博度先生咧就係以前革新會，即係同葉錫恩一齊創辦嘅。喺60年代咧，喺香港嚟講係好活躍嘅政治團體嚟嘅。好，咁閒話就少説，講翻咧呢一集。咁特朗普咧啱啱完成咗佢訪問中國嘅行程，翻咗美國啦已經。咁當然啦，好多 KOL 都去講呢個咩咧？咁我今日講嘅嘢咧就大致上咧都係有幾個重點嘅啫。第一咧就係特朗普點解會訪華咧？咁當然啦，即係響國與國之間嘅元首互相拜會呢啲係好普遍嘅啫。咁特朗普對上一次訪問中國咧，都係9年前嘅啦，即係佢第一任嘅時候，第一任做總統嘅時候。咁今次佢再訪華咧，個意義咧就喺邊度嚟咧？同第一次有好大嘅唔同啦。咁第一次我唔講啦，佢啱第一次做總統嘅時候，當時大家都唔了解嘅，佢又唔明中國，中國又唔明佢嚇。不過今次咧就已經大家經過第一任之後，咁對中國對佢嘅了解亦多咗啦，佢亦都對中國嘅了解多咗啦。咁今次嘅訪問有咩意義咧？咁樣，咁我就覺得咧，就係因為咧，主要嚟講喺美國嚟講，因為11月咧就係嗰個中期選舉。咁特朗普而家喺伊朗嗰度咧，就不至於話焦頭爛額，但係咧就佢嘅做法咧，令到佢喪失咗好多選票，即係唔成功。佢以為好似委內瑞拉咁容易，但係結果係唔係咁理想。
咁樣為咗呢個中期選舉能夠即係得到更加多嘅選票啦，令到共和黨咧喺選舉裏面得到成功啦，特朗普咧就係今次咧去訪華嘅意義咧就係希望藉着呢次同習近平主席嘅見面咧，能夠得到咧就係一啲好處，令到佢嗰個中期選舉方面咧係得到利益嘅。咁啊，從中國方面嚟講，你有咩好處咧？咁啊，中國嚟講咧，佢係想透過呢個邀請呢個特朗普訪華，就去展示佢嗰個國際嘅影響力。咁啊，喺即係內部比較上嘅經濟普普通通嘅情況之下咧，希望能夠尋求到一個外部環境較為穩定嘅現象出嚟，呢個我睇法。好啦，咁今次嘅訪問咧，雙方都擺出嚟個姿勢咧，都個姿態咧都係非常之重視嘅，係高格調嘅。個中方嗰邊咧就係有21響禮炮嘅歡迎啦，跟住就閱兵啦、檢閱啦、呢個國宴咁都咁跟住開會咁成啦呢啲。而美方方面咧，亦都係派出咗咧，就係好多重要人物嘅，係商界方面有成10幾個咧，就係去呢個去中國嘅。咁包括咧就係呢個世界首富啦，Elon Musk 啦，呢個蘋果嘅 Tim Cook 啦，仲有輝達嘅黃仁勳啦，跟住波音公司啦，同埋呢個係其他啲大型嘅商業機構咁樣即係10幾個嘅，即係 Morgan Stanley 唔係摩根大通，唔係 Morgan Stanley， 摩根大通。咁好啦，美國方面派出咁多重頭嘅呢個商界大佬陪同，咁個目的咧，佢哋就話希望咧就中國咧就識開放呢個市場咁樣咁當然啦，就係希望做生意啦。咁但係實質上個情形係點樣咧？我哋講一講呢個黃仁勳。黃仁勳咧係輝達嘅 CEO。今次本來咧最初嘅時候咧，嗰個隨團訪問嗰個名單咧係冇佢份嘅。佢係 last minute 咧，最後尾先至上機嘅，呢個係即係先邀請佢。咁嘅理由咧就係即係初就話第一佢係華裔嘅，咁喺個國家安全方面嚟講咧，美國人咧就對呢個華裔嘅，雖然佢都係美國人華裔嘅係有啲防範嘅。咁第二咧，佢最近同特朗普嘅關係咧就比較緊張少少。咁初咧就冇諗住邀請佢，咁但係最後尾都邀請佢。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咧，因為早輪咧一路咧就係輝達咧想賣一啲比較尖端嘅芯片俾中國，但係美國係反對嘅。咁後來咧佢就話搞咗一啲咧比較次一級嘅，即係冇咁高端嘅，咁但係都係唔得。令到咧就即係佢同美國政府之間嘅關係都唔係咁好，即係喂大佬，我咧已經肯就一就啦，鋸低個台腳嚟就張台啦，係嘛？咁你都唔肯放我一馬咁似乎係咩？今次俾佢去嘅原因咧，我諗就係第一就緩和翻呢個咁嘅關係啦，因為你咁樣
對黃仁勳咧就係即係明明對中國嚟講係一個釋出一個不友善嘅姿態。咁你稍為次一級嘅芯片你都唔肯俾中國，咁又黃仁勳係主要係搞 AI 嘅嘛，AI 芯片嘅嘛。咁變咗咧就今次邀請佢咧，第一就係對黃仁勳嚟講咧，即係話算啦，唔好搞到咁關係咁僵啦。第二都係俾中國睇到就話我唔係話想對付你，我都叫埋阿黃仁勳嚟啦，佢真係華裔嘅咁樣。咁實質上嚟講，今次美國梗係希望即係中國買咩咧？梗係買波音飛機啦，係咪啊？最緊要就係同埋咧就買農產品啊，其他好多美國嘅商品。咁中國方面就希望咩咧？咁第一就係你嗰啲高端啲嘅芯片咧，希望你解禁啦。另外關稅方面唔好即係咁高啦，咁係嘛？咁台灣方面亦都希望美國嚟表態下，幫下手啦。咁最終嘅成果咧，大家都睇到啦。響訪問完之後咧，係冇發表嗰個聯合公佈嘅，亦都對呢個關稅啊、台灣問題啊，同埋呢個芯片嗰啲咧，都冇乜嘢啊。波音飛機亦都冇講到。咁我相信咧，唯一即係比較容易解決嘅，可能就係呢個農產品嗰度，係嘛？因為特朗普其實最重要嘅就反為係農產品，因為嗰啲農夫咧、農民咧就係特朗普嘅票倉嚟嘅。咁早輪咧，中國就唔肯買美國嘅大豆咧，亦都搞到佢咧就係嗰啲農民咧對特朗普係非常之失望。咁今次希望咧就係喺農產品方面有突破，但係就始終都未曾公佈到咁所以話整體上嚟講，無論即係外界好多嘅揣測，好多人即係認為話有啲黃絲有啲藍絲，大家嘅睇法都係完全唔同。有啲潑冷水，有啲就話都係唔錯㗎啦咁樣係嘛？咁但係實質上有咩成果咧？都睇唔到有咩成果。其實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嘅，就各取所需。即係特朗普嚟講，今次雖然佢攞唔到咩實質上嘅嘢翻去，但係咧佢響中國得到高格調嘅接待咧，又一響禮炮，同埋帶住一個龐大嘅商業嘅巨頭嘅隨行嘅隊伍過去咧，咁即係響美國人嘅心目中，可能咧都有啲對佢嘅睇法有啲改變咁中國方面當然係啦，咁你特朗普亦都答應咗係再遲啲咧就係邀請習近平主席咧就去訪問美國咁呢個嚟講，對中國人嚟講就係話呢個美國總統都不遠千里嚟到拜會我哋習主席，咁即係面上貼金啦，係咪先咁另外佢又會邀請習主席咧，就遲啲咧就去訪問翻美國咁。響似乎上響外交上邊係有啲突破咁但係我哋睇即係我自己個人咧就睇有幾樣嘢啦。芯片方面，中國最期望嘅芯片方面冇講到，波音飛機冇講到。台灣問題係冇講到，咁有啲傳言又話特朗普話警告台灣話唔好搞台獨，美國咧又唔會幾千里之外咧就走嚟支援你嘅咁樣呢個就未 fact check 嘅，有人咁講。咁但係特朗普本身嚟講，佢會唔會即係就台灣方面嘅問題去對中國釋出一啲善意咧咁？我相信今次特朗普去中國訪問中國咧，其實佢好希望咧，
即係能夠得到一個比較好嘅成績。咁佢就唔敢咧喺呢段時間去得罪呢個中國嘅，所以佢都唔會講台灣呢個問題。咁我自己睇就有啲人話，佢一定會咩嘅對中國咧就係釋出善意，就唔會俾台灣台獨咩嘅咁樣，一定會警告賴清德。咁我就話，特朗普呢個時候佢講嘅嘢咧，算唔算數咧？有冇重要嘅價值咧？基本上，特朗普所講嘅嘢，佢朝早講同下晝講都唔同嘅。朝早講完，下晝可以推翻嘅。同埋佢口不對心。點解口不對心咧？佢讚習近平主席係佢個好朋友，又讚普京係一個偉大嘅領袖，都講嚟呢啲冇意思嘅，係咪？個心係咪真係咁諗？個心係想你死，係嘛？話同你好朋友，跟住喺個背後邊插你一刀，係咪？就係佢嗰啲咁嘅性格。咁所以我就話，你首先睇一睇就特朗普本身，佢呢個性格係一個商人嘅性格。咁當然有啲人又唔同意嘅話，佢雖然生意佬啫，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好叻嘅政治家嚟嘅。佢只係玩手段啫，即係俾你誤導呢啲人擺出嚟就係佢唔識嘢嘅，佢淨係識做生意講利益嘅啫。咁嚟去迷惑你嘅對手。咁呢啲見仁見智啦，係咪？咩説話都有人講，係嘛？咁但係佢一擺出嚟嘅，佢一個生意佬，佢所做嘅嘢全部都係要對美國有利嘅嘢。咁呢一方面咧，同中國之間咧就係產生咗好大嘅矛盾。第一就係講我喺第一集已經講過嗰個修昔底德陷阱。我喺第一集。我拍第一集嘅時候已經講過，中國崛起對美國係一個威脅，美國係盡量用盡所有嘅方法唔俾中國過佢頭嘅，佢要保持返佢世界一哥嘅地位，用盡一切嘅手段。咁有啲人又話，修昔底德陷阱呢啲係好耐之前㗎啦，古代希臘嘅時候。呢個雅典同呢個斯巴達嘅事，咁而家今時今日咧已經發展到咧兩個大國之間咧就唔可能去對抗嘅，因為有呢個核子武器咧，如果兩個大國一打咧，就全世界都毀滅㗎啦，咁打唔成嘅。咁呢個理論咧，我哋就唔喺今日裏邊去討論啦，即係只係話。基於呢個所謂修昔底德陷阱裏邊嘅時候咧，大家都係認為咧係國同國之間、大國同大國之間呢個競爭咧就無可避免嘅，係嘛？大家都明嘅。咁但係中間點樣取得個平衡，去就係而家所大家想做嘅嘢。喺中國方面，佢係不斷咁希望咧能夠得到一個雙贏 win-win 嘅局面。但係咧，美國咧係唔會嘅。特朗普呢方面咧，佢係要贏晒，佢係利益最大化，佢唔會讓利俾你嘅。咁呢個咧喺基於咁嘅矛盾底下咧，呢個結構性嘅矛盾咧，係中美嘅關係咧冇可能咧係會大幅度咁樣去改善。咁而家唯一能夠做嘅，今次大家都希望。就係話有一個穩定嘅關係，比較融洽啲嘅關係，唔好大家即係嗰個對抗得咁緊要，尤其是喺軍事上面咧，更加希望咧唔好產生有任何嘅衝突。咁所以今次特朗普訪華咧，唔多唔少喺呢一方面咧，大家都睇到可能表面上有少少成果，就係話。唔講關稅，唔講台灣，唔講軍事上嘅對抗呢啲咁嘅嘢咧，咁即係呢個當然係特朗普避免會講啦。凡係刺激到中方嘅嘢，大家睇到今次嘅特朗普嘅訪問咧，係凡係會刺激到中方嘅情緒嘅説話咧，佢都唔會講嘅。咁呢個係表面啫，表面上大家好似好融洽，好 friend 咁。
但係個背後點啊？美國嘅隨團嗰啲即係次一級嗰啲，當然唔係參加國宴嗰啲啦，係唔食中國嘅嘢啊！佢自己帶嘢去食嘅啊！呢個就係好冇禮貌嘅，係嘛？即係我請你嚟食飯啊！你話唔好啦，多謝啦，你啲嘢唔啱我食嘅，我自己帶咗㗎啦。啊！呢個係非常之冇禮貌，亦都反映出咧係美國方面對中國嘅戒心，係嘛？第二方面就係當美國嘅代表團離開嘅時候，佢哋將所有中國人饋贈俾佢嘅禮物咧，就算一個嗰啲咁嘅襟章都好，都全部要抌，唔可以帶上空軍一號。個理由就係 security reason 啊，即係為咗國家安全嘅問題，所有嘅中國人所饋贈嘅嘢全部抌晒佢，唔可以帶上去空軍一號。呢個反映乜嘢咧？係嘛？即係你而家講表面上就我嚟親善訪問，大家傾下偈、見下面啊，緩和氣氛，大家可唔可以揾到一啲大家合作嘅機會？另一方面，你係好似當中國人係一個好似賊咁樣，你嚟殺我，我又要全部落晒金鐘罩、鐵布衫，加埋防火牆、護城河，總之乜嘢都盔甲又好咩避彈衣，乜嘢都着晒喺個身度喂，咁樣嘅交往係咪好難睇咧？咁但係咪大家冇法子？你要明白而家呢個社會，你話好多嘢都唔合嗰個外交嘅禮儀喎，乜，其實一路係轉變緊，即係國與國之間以前嘅禮儀好多都改變晒，而家就係好務實咁就話，喂，我同你傾偈唔係表示話我同你 friend 我係一樣去當你係半個敵人，或者係四分三敵人，有4分1只係朋友，係嘛？咁樣嘅關係，大家唔好覺得好奇怪。個世界一路係咁改變嘅時候咧，呢個係冇辦法嘅。成個世界唔會話好似以前一樣我哋活咗幾十年之後嘅人咧，即係睇到呢個世界響近期嘅轉變係好急速。你唔好話國與國之間咧，就係我自己嚟講，頭先我講陳日飛嗰個問題，即係話我響電台做節目，我初初講乜嘢㗎？我係講玄學㗎嘛，我係講風水㗎嘛，講算命啊。嗰陣時佢請我去就係每一年嘅年尾咧，舊曆年嘅叫我講香港運程㗎嘛。我而家冇講呢啲嘢，我好少。喺我節目裏面都講過少少都嚟即係喺舊年嘅時候。但係我而家唔講，我係講緊邏輯思維。點解人係會變嘅？國家亦都會變，個世界亦都會變。以前嘅我同我而家嘅我即係我做節目係10幾年前差唔多20年前啦。同我20年後，我梗係唔同啦。我而家唔講呢啲怪嘢啊嘛，我就係講邏輯思維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人同社會同國家一路係咁變，大家都要接受呢一樣嘢。咁我哋睇翻咧啲今次嗰個美國總統嘅訪問咧，佢帶出乜嘢嘅信息咧？咁樣無論佢哋搞啲乜嘢名堂出嚟咩合作伙伴乜呢啲咁嘅，因為我都冇心機去記呢啲嘢，太複雜呢啲係即係官樣文章。實質上我哋要睇就係話，中國同美國之間會唔會因為特朗普嘅訪問係改變咧？咁短期之內我睇法就係響呢個中期選舉即係11月之前或者11、2月中國同美國之間嘅關係係緩和咗嘅。特朗普唔會響呢個時候去搞嘢因為佢係要顧住佢嗰檔攤，千祈唔好搞咁多嘢到佢一選完之後咧，呢啲就好快就見到功嘅呢個人。呢個人係反面無情嘅人嚟嘅
我相信佢中期選舉完咗之後，佢將會有一連串嘅嘢咧，就係去對付中國。到時響出年咧，2027年咧，我睇法就係呢個中國同美國之間咧，一定會產生好多問題。因為特朗普都冇所謂，因為佢中期選舉完咗之後咧，佢任期都已經係去咗一半又多啦嘛，咁下一屆佢又唔可以連任噶啦嘛，咁佢所以佢諗嘅嘢咧，佢唔需要諗咁多啦，佢都即係盡量去做出一啲同佢嗰個政績有關嘅嘢，令佢名留青史嘅，呢啲咧就對中國咧係肯定係不利嘅。咁講到呢度咧，我諗都差唔多啦。今日因為個資料就好多嘅，要講咧就有排講嘅。咁我諗留翻下一集啦，留翻下一集去講。咁希望大家咧中意我嘅節目。咁我而家呢個時間可能就係即係唔係咁多咧，我有好多其他嘢要做啦。咁就或者出片嗰個次數都可能會減少啲。如果大家有咩意見嘅，隨時希望你俾我。你話喂，拍得太少唔夠唔過癮，聽到一半咁希望你出多啲片啦。咁希望你大家俾啲意見咁多謝大家收睇。